三不挂。这好可爱哦！这还是山苦瓜的宝宝啊！你也体看看嘛。不要不要对，看看啊！除了他负的味啊，才会体会得到人生。因为姐姐说她人生太苦了，可是还是要考虑一下评审的口感哦。凉拌一定要加这个糖浆哦。那还有没有剩一颗借我们呢？没有哦，还没放多的嘛。还这样。那就像我们这红队也很同心协力啊，所以就同心协力搬过来，你们就同心协力看我们吃 ，OK？ 对，呀，还蛮有笑出来的呀，很有创意，非常出来的。其实按图这样的生意的咩，还没迄本是熟的啊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我係白強。今日當歡喜呢來到苗栗3萬嘅素菜哦。嘿，大白來到3萬哈，聽說會燒嘅都嘅果子。冇錯，一到邊呢就是一個水果王國了。現在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係林真之林師傅。支持你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林師傅你好，還有哈。我們的盧準備盧師傅，大家好，我係盧師傅。盧師傅你好。好，馬上嚟分享到今日嘅鹹水炸咯。今天呢，我要做嘅係堂姐妹，分享到嘅係慧芬姐、劉玉晶姐分享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哇，張氏家族出軍咯哈！我看一下，咱最今日分享到係親姐妹哦，林居婷啦，林俊玲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呦，你會不會上到昂夠哦？但我先踮腳跟他們講話好嘞。好，可以。好，先來問一下我哋做嘅非分之老一嘅肉卷子嗬，都有3萬嘅特別有乜嘅好食嘅啊，好高嘅啊，俾大家來紹介一下。3萬幾片哦，幾片有一個飲食啊，客家美食嘅董好食，係幾個主角嗬，特別香。哦，人家都客家皮嘅啦。嘿，特別吼，幾個兩日當油哦，平常是冇。不過人家講嘅，我就猜聽你張碟嘅。故說來嘅話就年紀兩三面就錯誒，唱幾兩三，然後你帶路。帶你一生。我記兩三解下講啊，像係食嘅東西，咱是做啲老太家講一下，有乜嘅好高嘅蔬菜。我係高水呢。應該講嘅係講你細細高水嘅蔬菜吧，都那條河吧，有冇看門前？靠近嘅南莊嘅路上。哦，哇，咁南莊嘅，裏面呢，我兩個喺度苗栗嘅細嘢，細細加堆添喎，去上康高水嘅河巴水，海筍紅啊，嘅清淡的，這才是真正的秘境。哦，對，還有嗎？從兩下哦，可能台港因地該3灣都是水果哦，好有名啦。但是聽說唐公哦，台北係咪有3灣燒這個東西啊？哦有，家個公司係做嘅。窯燒的，這個做得去做一道造型，拿本機去烤安用。主要吼，我一個味素按家體名，按到乜嘅燒，就是跟那邊的土有關係。按到3灣燒煮係因為3萬也特別嘅奶牛，佢做的燒出冇佢用特別屬意啊，3萬也特別特別嘅色啊。安用講嘅是對了，像個銅鑼燒是銅鑼泥、銅鑼土，都有名。銅鑼該片啊，苗栗的都有名嘅蔬菜啊，對不對？冇，好啦，先一看下今日會做嘅東西咯。馬上打開呢份大家看一下，呢度嗬呢一片聽出來是東西哦。哦，三副瓜。三副瓜一定要請張伯謙去搞來吃看啊。那我就選旁邊的好了。哎，你要走在上選嗎？先問一下兩位師傅，安全的保證。走的哈。哎呀，東府哦，哈，然後我哋小雞麻嘅牛煙呢？不要到你嘅牛煙吼，誒，你上咪來參加過你比賽嘅哦，不要到係羅燕萍、羅太姐。羅太姐，哎呦，你解救我了，你的出現。大家好。太姐上咪來比賽嘛，哈，喺東奶吹啊。哎，風吹。哎呀，倒閉嘛，今天直接當達人，那你恰中嘅嗎？嘿，這個中嘅。你啊，這個中嘅，你啊，喺山檔，一棟三副瓜嘅動圈啊。哦。你行路嘅話，山邊都會有。都會有，嘿，要早上係等你摘嘅。哇，按獎誒！中啲有冇？丟啲咩中獎？佢啲考來，早上係摘爺爺，因為佢啲當熟誒。熟嘅佢都逼考來。啊。因為佢要分開曲色到唱色咧。你下熟嘅就會變曲色咧。啊，所以你家下同熟嘅啦，我選到。最苦的、最不甜的，是不是？
这个是对，这个是很嫩嫩啊，出呛呛啊。啊，所以是你要喊好好些啦。好，你吃啊。早起吧。哎，系好些咧，唔會唔會嗎？糊哦。哦。啊個啲味道嘅籽係豐色咧哦。哎，給弄出來，給籽嘅給弄出來。我唱到一下，人家講嘢嘅移動簽嘅嗬，第三到三檔個，但我貼片切下來種嘅發好種冇？咩好種啊？好種。兄弟出一架種誒？唔是貼片就。唔是，哎。因為現在不能出國啊，吃到山苦瓜就有一種到 Okinawa 的感覺。有哦，我是安用大家夾夾嚟試看一下，我們一起來坐飛機。好，來。哇，這是大概醃製的嗎？不是，哎，那個冰鎮的。好的。很正哦。哎呦，哎。有老妹。因為暗天嘛，你我加鳳湯。你漢人會叫情人果咧。沒。好吃哦。唔會腐嗬。唔會腐，係冇腐米哦。一切哦。同車。嘿，嗰陣時有情人果的米拖哦。看個有轉感。嘿，有轉感。因為山苦瓜叫佢轉感嘛。哦。而且捏甜落是它最後個功夫一樣。清涼醬果。係啊，咱最講看有好食嗎？好食，好食，唔會。之前有吃挑白就食過嗎？冇。冇啊，我食過按用嚟做。曾經凍好食，因為哦，好食。大家可能西裝好食該一般的苦瓜、白色的啊，像些台嘅啊，但是山苦瓜曾經凍少。而且按用的做法啦，譬如你看強勢腐瓜的話，按用的方式落一些紅糖落去，又完全唔會腐誒，好吃好吃。今日呢，就拿廿嘅好大家腐到最度唔夠甜到心肝度嘅廿嘅山苦瓜，叫下來做鐵管料理嘅挑戰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廿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送出嚟。鐵管呢，就係拿一山苦瓜嚟做變化咯，風吹帶來料理係乜嘅？鐵腐咧，鐵腐咧。啊，今年腐就錯啊！真係啊！哎呦，鐵腐咧！老娘嘅人生窮用啊！係啊，老年看看一下，咱雖吼本記得帶來歡喜吼，今日做嘅料理係山苦瓜涼拌。涼拌。可是呢，亞嘅苦瓜食起來就會有一種苦盡甘來的感覺。等下你們希望講兩嘴都做開本太乾有感受，睇起來有信心冇？有冇？有。好，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搶開始了哦。好，先來兩道評分啦嘍。怎麼可能溫度？做嘛泰腐哎？對啊，你們的泰腐是用諧音泰式的泰。哦。對不對哈？因為泰式加上苦瓜，那山苦瓜冬腐，所以你吃起來一聽泰腐。哦。啊，等一下改泰式醬係自家挑的係嗎？嘿，對，嘿。哇。那今天的食材，今天的食材哈，都是屬於在地山滿在地的食材，比如說像那樣竹筍，好，過來呢山滿地。哇，用水梨耶！對，用山滿地哈，過來呢山滿中的了百香果，百香果，好，都可以送。好，這些都是山滿菜。這要加分吧？對，全部用菜地的食材，而且多樣化，有沒有？他就記得準備個竹筍哦，該挑歪歪哦，已經凍好些。好，自己殺竹筍哈。自己殺竹筍，不是是自己種哦。這個已經煮過的了嗎？10個。有10個嘞哈。10個，對，因為有用洗米水嗎？這個洗米水是嗎？那山滿不用洗米水，是冬天的，是冬天的，嘿，對。我有點期待我們這一組。因為感覺夾食材都會讓我期待講夾米頭溫用，給人家期待是最棒的。對。什麼清口乾？從涼凍熱嘅需求吃泰式是最夾的。好，等下湯都上來哦，哈。還有。哎呦，切到安薄哦，切薄薄的哈。對。哎呦，這山苦瓜，嘿，我沒發現到咧。哇！兩毛褲用嘅黑色的品種，唔係幾太嘅。這好可愛哦，跟我們剛剛吃的好像完全不一樣。昨天那姐家不能來看一下嗎？這還是山苦瓜的寶寶啊？是嗎？算叫蛇鵝係嗎？嘿，這個是會比較偏苦還是偏甜？山苦瓜之子嗎？也是苦的。誒，哦，之前該挑下，該咬煙，係都係該直接揸上咬煙。係。等一下係用白盤的方式來做係嗎？是白盤，嘿。好像台灣的樣子哦。
你也吃看看吗？不要不要吃看看啊！刚刚我已经苦尽，现在又干来了。我们做凉拌是要怎么样凉拌？等下会再加一点给尾鱼，洋葱跟尾鱼冻干，然后是。看就来，这个应该不是那个拌给沙拉哦，不是立可白啦哈。没白讲。珍妮姐，你平常做嘛该条路啊？你有吗？宠物？对，就是你是把宠物做出来？没有照顾宠物的。哇，开宠物店的，宠物美容师吗？不是，就是照顾宠物，宠物鲜食这一类的，煮给宠物吃的。好棒哦！煮给宠物吃跟煮给人吃的有嘛整茶？有它，因为它完全不能下盐巴，对，但是料理方式是一样，对，一样的，只是不要加调味就超对，不要加调味料。哦，那我们等一下会调味吧？我们会，一滴点就好。说到他付的味啊，才会体会得到人生。因为姐姐说她人生太苦了，可是还是要考虑一下评审的口感哦。凉拌一定要加这个冬姜哦。那还有没有剩一颗借我们呢？没有，还在放多的嘛？还这样。姐姐嘞，做嘛个套路？2 生年。哦。那这个就会加调味料了哈。不会。哦。给太中头有切都懂 U 哎。有哎。好，我们先过去了。好。看下火就滚哈，水就滚。这个是不是要通卡久烟某安富？主要他付的味啊，才会体会得到人生。因为姐姐说她人生太苦了，多么的苦这样子。而且你忘记吗？俩头出来的时候，越苦越符合名称。太苦嘞，太苦嘞。可是还是要考虑一下评审的口感哦。他们俩都蛮能吃苦，不像你。走对吗？走对吗？走对选吗？走对哦。我是不吃的啦。这些食材都稍微开始挑奖了，系吗？对。那果类不抬价款吗？玉君姐，这里面有加什么？这里有蒜头、辣椒，还有味淋、泰式酸辣酱、鱼露。哦。对，还有蒜头、辣椒，还有香菜跟那个9层塔。刚好吃下米头，因为鱼露很容易太咸。对，所以还有还有味淋去稀释它一些，还有少许的一点点水这样子，还有糖，才会有甜有酸。冻香哦，冻香啊，食起来冻好食咯，那冻好是做在哪起来了？等下还会炒係嘛？不是，所以也是用直接拌，这样嘿，搅味。所以看起来梁祝先会做有点像凉拌呐哈。一般来講，也嘅散步瓜吼，佢用湯嘅，老用炒嘅來講嘅話，有嘛整茶？其實一般嗰啲炒過，啲味會先同過。哦，因為同一下。因為皮康啊。好硬。哦。這樣會去苦味嗎？會加咁咪，咁啲咩會變掉東西係。不用評論講，反正他們已經燙完了，你就講。滴滴讚啊！哦。那要不要再燙一次？再燙一次是嗎？不用，不用。因為你們的醬可能夠味。這是我們的秘密武器哦。好，秘密武器。好接受。涼拌一定要加這個冬姜哦。那還有沒有剩一顆借我們呢？沒有。還在放多的。還是要。好，那我們這邊應該差不多了。看一下你那邊，應該就差不多。繼續做完就好了。好。其實有差不多了呢。你要燙差不多幾久啊？差不多3分鐘。好。然後等下攀班呢？你下家下就加埋東西，真的。那個來本大家看好嘞，還用看唔到。這個剛剛是加什麼？我們有洋蔥，蔥條，紅蘿蔔，硬。對。應該狗狗也很喜歡吃，對不對？是洋蔥狗狗不能吃。哦，真的哦。為什麼啊？是因為它裡面有持有那個，我們洋蔥的話會有，像我們自己人吃會有個嗆味，它其實上是蒜類、蔥類都不能給狗狗吃，辣椒只要是輔佐物，像我們爆香商品類都不可以給狗狗吃。對。別都會穿種的啦。學到了。那山苦瓜嘞，給我走在什麼？可以。哇，它能吃苦啊？對，它不吃苦。啊，這個蔥條改下係唔係現入變過，也係？是怎麼樣嗎？那個冰塊是要做什麼的？我們等下給3副瓜冷冰着呢。因為就這樣走該蔥條切口之後，還會過一下水。對，再油一點。但我們就是要保持它的嗆度，是不是？對，然後把它的油分瀝乾，不然等下會太油。
啊，风水改下讲哦，他们的秘密武器是那个百香果。结果哈，他还讲哦，浪盘日听外加百香果。那我们是加什么？不是，俺要用色就懂好色的。哎，咱都开始吹啦，俺就懂好色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了，改下卢师傅又讲，冲凉哦，加点就是改染哦，可能好去苦哦，要考虑看看吗？要加一点盐巴吗？不用。啊，加点给沙拉给色起落，它不会爽口，滑润绵密。嘿，啊，等一下水母还会加个胡椒粉，那个胡椒粒哦。嘿，胡椒粒。那tomato呢？不用好看呢。哦，白讲哎。那我最后水母昨天问你龙沙哦，虽然问红豆白嘞，为什么可以长这么高啊？富瓜多生的味，来现场直接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有。不一类起来。好，差不多味，冰镇。为什么里面的籽质要去掉啊？哦，俺要加给瓜特，还有这样五安。哎，俺问两问题很有意义的哦，因为俺刚好学到个橘色的，我吃橘色那个里面个枫色那个籽质啊，还没腐嘞。那这什么色？这个趴色的哦，趴色的会腐哦。你们不要叫我试吃哦，我不能吃苦的哦。好，来倒数了，3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就要吃可拿铁管地度，乃木卡米西靠后色嘞。哇！我上头要给三副瓜这边是按摩 Q 用的，有种异国风味的感觉啊！看我从他赶紧周围料理哦。虽然圈很浪盘哦，我们讲还冇强龙呢。蓝队也好可爱哦。哎呦，来，先学一下，又加水里嘅浪盘哈。哇！哎，真心好吃哎。好吃。你梁生哦，真紧哦，非常慢就大家做，我们在出轨那个心情的哦。系啊，又去到泰国吗？有哦，有哈。好吃到我想吃第2碗哎。走的。好吃啊！怎么那么好吃？怎么可以把不管不用按好吃？这酱料真是秘密武器哦。好吃，来每下蓝水人家的臭娘版。好吃，冻对面。冻对面哈，真的夏天哦，热天嘅时间是2是炒嘞，真的。可以续盘吗？还是现实一下冷水的好嘞？谁自然最好了，好好吃哦！来，冷水做嘅从视觉上是动响应，那平时现来讲一下，看个新的哦，是完全的地方，你梁生系照顾狗啦，老神啊！好可爱哦！因为真的太可爱了。哇，也好好吃哦！而且不会苦哎。要到什么样可能哦？会降血的该那个美乃滋会甜甜，会配到该山苦瓜，甘甜的冻喉血。那我很惊讶哎，很惊艳哦，有吃早餐沙拉的感觉。有哈，对，绘本检测嘞。哎，我觉得很棒。懂咱的，而且又敢懂电一下，对，很可爱，真的。在外面你们吃不到的。自家做嘅放血啦。要卖你上次来啊？我卡喺长辈讲诶。高安叶，哈，不过还长辈还不会摆盘哦。系啊，高安叶按用冰拍酱。哦，按用按配，系马上搞诶。就例如说，加美乃滋啊、尾鱼啊，哪个东西啊，加了加叶，马上也是长辈要搞。长辈搞诶。哇，哎，他们家长辈很厉害呢。厉害，这个好色哦。公司激发量最爱都吃过。非常的好吃，忘记苦瓜的苦，只剩下甘甜了。马上呢，先来抢生之死夫抢分数。啊！很美，你们家都准备的挺少的。有可能。好，两下看下陆子明、陆师傅抢分数。哇！挺少的啦，因为热沙两地啦。哦，星期四播。好，风对了，该木头就酸甜，还有面甜心都非常的开胃，然后含有西豆该百香果该木头，然后清爽快那种该。不过蓝腿该知道就较硬一chút的啦，较大众的那种，嘿。
做啲糖合球係嘛？合球嘿。哦，啊，盧師傅你嘅想法咧？其實應該你用呢一道嘅梅頭啊，天時好多啊，你配嘅東西啊，又甜嘅又斜啊，呢個配咧還有而且泰式，最主要佢啊酸辣會輕嘅腐梅，回到三伏掛嘅咧腐梅哦，輕起。啊，呢一道雖然就創意動頭，但係佢變到樹咧個三塊梅頭好重。好輕過去配咧鮪魚啊，咧呢個東西樣嘅。哦。所以應該去講嘛，基隆是要總得食福啦。真的。有點可惜，但是我覺得藍隊也真的很好吃，有個凍醬。好，唔怕，到底有嘅三副關呢？我用嘅吼做到安用，又合步，又有車，又會富，又會轉感，還加又有創意。馬上呢就請我們的創意王阿彬師傅、俊文師傅來表現佢嘅四個料理咯。總鋪素滷菜。好，又到誒你盧師傅表演嘅時間咯，今日帶來菜名係乜嘅？酸甜苦辣。酸甜苦辣。雙人成功喲。酸甜苦辣。這個慧芬姐最了解咧吼。有準備什麼食材？準備嘅東西咧有五種辣蝦醬。你牛你係蝦公嘅，哦，還有浮瓜，野生浮瓜，好，今日做嘅梅頭梅醬，用泰式酸辣方式，有泰式酸辣醬、魚露啊、檸檬汁，還有香菜兒，好，用個酸辣嘅方式，好，啲你係五種，下來，好，你係五種，下來啲胡椒粉，1:1是嗎？係1:1，拍蓋吼，係拍胡椒粉。即係你家大嗎？係自家大嘅。哇！好，一啲啲沾，你通氣係嗎？你確定要加給他1/3。哎呦，好，讓你做。好，我黏黏一啲啲米酒啦，香油，有冇上到用安樣嘅方式來做啊？酸甜應該你上餐都要從嘅煎蝦公餅哦，還是蝦餅嗰種方式，但應該用到咧嘅。苦瓜地白度，佢咪係一斜斜嘅口感。那等一下要燙久一點嗎？因此應該用煎嘅。哦，煎跟地白度會熟個。不會啊，不會。那像你剛剛從應該下講嘅月亮蝦餅，跟地白度咪係蝦漿還有魚漿1:1嗎？月配花枝漿。哦。誒，呢其實是政策度咧成本嘅問題。哦，月餅的比例，還有肉煎，做得用好多啲咁樣。哦，哦，這個攪到底度去。誒，其實咪做得用該像做獅子頭嘅手那種，掐一下吼。做得。底度做得咖啡機嘛？你做得啦，我做得。所以要較青。因為我哋今日冇用嘅係因為我哋苦瓜是我不會是要斜斜的。哦。你講。用幫我哋做其他嘅方式嘅時，是做一邊啲啲碧池，不叫斜斜嘅口感。那就像我們這紅隊也很同心協力呀，所以就同心協力搬過來。你們就同心協力看我們吃 ，OK？ 啊，對。家下吼，咱就喺討論講吼，今日咩係攞比賽，係攞食東西，結果咧係冇食到。係咩啊？嘅傳統嘅方式是用豬肉啊，攪到嘅泡菜，泡菜豬肉咪做傾落去，係煎，或者係脆咪做得。對對，從兩套菜本來嘅想法係來自於那種白玉苦瓜，是不是？苦瓜風。其實斜斜東西凍到就係表模是表到風菜頭啊，還有什麼啊？哦，那算要東嘅靠天氣全部要釀到大模樣嘅，我是拿起來看一下。哦，大咩？同咧弄中空嘅，等下煎唔到啦。你要準備咧香菜，你用地白度咧，五種地白度要後時咧香料滾出來，香菜咪做咧表下去，做咧。番梘頭嘅係冇？係要好多一啲啲。睇下看到安神嘅係冇啊？看當然正看啊，看廿幾樣嘅火吼，可以睇嘅，愛中火、大火咁樣。一開始火好大啲啲嚇，應該好燒啲啲。煎凍久嗎？唔係，係一開始大火，後半夜先停起來，啊停讓細火，半夜煎熟來。給苦瓜有燙過嗎？唔是燙過。生嘅呀？係生嘅，直接係煎。
所以油会好多一点点。哦，油会多一点。伊咧用你个冰的细节啦，因为你看蛋糕一定好冇按偏，所以有时应该是会牵过去。哦。牵一下，牵过去牵一下。很酱呢。玉君姐，我给上映应该韩台。如果牵一下，你下面是会好酱，是会看。偏偏好赞。哦，有些是保存好食掉。哦，冰块鱼乳后，该保存食掉。其实长久到成个唔敢食该苦瓜吼，做啲用料放出来做，后叫嗰种是冻香音。要加冻讲下酱料哈。我底位咧有诶泰式酱，还有冰咧苹果汁。苹果汁不如香梅，还有咧鱼露，用啲下去，还有咧柠檬，佢嘅蒜，你是冰好多啲啲。妞妞是吗？妞妞是一个泰式酸辣酱，对，酸辣酱。那你有加百香果吗？冇，应该有加苹果汁啊，那种苹果汁诶。哇，听起来。个什么安酱？嘿哦，等下是差不多会热后个泰式。好棒哦！甜甜不给煎，因为底部还冇熟。你讲嗰啲配啲香菜，嗰是配啲啲。就那个酱会先炒过，像个泰式的酱不是炒过。是炒过，浪叫的是做的嘞。好，你要酱要饮是好嘞。就调好些。调好嘞。好。干用的发副瓜温软冇？喂，应该你个水出来，本意是每个是到切切啦，要熟透就做的嘞。像是按山苦瓜哈，我们做料理的时候有发现过，它给它中间那根囊啊，有没有？它比较厚实。我们要用来的刮它，吃起来口感比较好。对吧？因为我已经早上刮了半个小时，没有刮掉。对啊，摸到睇个公道，应该听下要刮它的。用咧，我哋话用剪刀啦，像睇下我哋个苦瓜一片片，我就用咧轻轻去烤，因为烤它，烤跟拍拍跟烤跟拍拍的全部烤它样嘅。用剪刀。是好唔会按符啦，每天我唔会符啦，但是好唔会按符。咱除咗咧做错一下时光机转到吼，黑白长咧做一摆。做的。宠物可以吃苦瓜吗？他们不会去吃这么苦的东西。真的吗？对啊，其实像青菜，他们就不大爱吃了。对，因为有些狗狗是很爱吃青菜。那像开酱啊，还有就该虾酱啊，这个可以吗？鱼浆啊，虾酱可以，只要是新鲜的都可以。他很厉害，等于他是宠物料理师哎。假设系豆腐卡起个煎哦，大概是怎样看得出来几长度做啲那几类的？要生毛菜要加嘅金黄色，还有酸条个。加嘅苦瓜嘅小狗要嚼嚼咁樣，就要煎熟落嘅。所以散苦瓜，我们但想做啲拿来做浪盘啊，还做啲用煎啊，做啲苦瓜粉啊。係，你做啲用脆嘅，用煎嘅，真做得。所以像早晨你看那个小苦瓜有没有，就比较少入菜对吗？会吗？用炒嘅，開始可能係用炒嘅。用炒嘅。炒嘅好多。他是那个小苦瓜走两坨出来吼，真的只能给狗吃了。好，那叫狗哈。哇，好漂亮哦，韩酱。哇，哎呦，该冻瓮是金黄色的，该外部是呛色的，配起来冻好看。我你猪都称为翡翠琼雍诶。有哦。呢個煎過生毛是會好醬，因為講睇下可能要糖果啊個，雖然講糖果佢會好軟好夾熟啊，但是糖果要加嘅好模仿片地方食多，佢熟嘅東西撈嘅種好唔會硬，好唔會硬起來樣嘅，誒配色嚟啊！好讚哦！呢個醬料，種到了地位度。特別這樣裝哦，那給我弄。等下有吃的是個零送伊啊。它怎麼裝進去的呢？用抓的，用抓落去的。哦，兩眼本係嘛嘅？這是種啲醬料的，專門攞嚟做。專門種醬料的。好厲害！而且剛好因為個蝦應該地位圖有個圈圈，盧師傅吼，永遠做得超越自己。沒錯。用呢呢，用碗呢，想做得。用碗呢，等下是用樣煙。哦，但這個蝦仁哦，該蝦仁同佢去這個短油油咧。短油油。來端起來給大家看一下。你哋好，順天腐辣。按鈕就好食嘍。
厉害耶，看起来好想吃哦。先来吃题目。好，锣鼓硬硬讲，卜卦按符强挑天，向提正弄强父母，系强音，用半音。A 系饮水思源 ，B 系同心协力。好，现在猜拳的猜拳，剪刀石头布再猜，还不要先抢着猜哦，哈。俺先讲哦，改下体育馆俺就冇得到分数哦。现在有8个。剪刀石头布，俺改下讲呢。好，到底先写，咪冇一定先错啊。A 也系 B。B 哦，强迫 A 了。M 个总音为饮水思源哦。可是你就没有啊？有啊，我等一下就还有2杯，等一下再来2杯。好了，所以同心协力，我口听哦。好。是做啲选 A 的啦，到底答案系 A 也系 B 咧？好，答案系 B。耶！做乜解？因为咧，天气哦，无论系好来坏啊，全部全系嗰啲阿爸阿咩强嘅啊，应该会同心协力。向下为着木下来打拼。冇错，用 T 节目全部都会同心拍碟。那就像我们这红队也很同心协力啊，所以就同心协力搬过来。只有我一个人在搬。不用。来吧。好，你们就你们就同心协力看我们吃 ，OK？ 对，来。家下吼，咱就喺讨论讲哦，今年咩系攞比赛，系攞食东西，結果咧係冇食到。係咩啊？指一下幾本睇家群下。我哋切家拎嘅醬，拎上去，拎上去。係啦，幸福的苦來，要不要聞一下？這是你屁股。屁哈嘛來。哦，这酱料好赞。哦，也好食啦。这一定要的，大大滿足。哇，好吃。哎呦，你5-3個嘴巴都太大了吧！这虾好吃哦，真的好棒，酱料没懂真的，不管咩嘢，酱油有些地都有濃潤，從倆吐出來，酸甜苦辣，然後記得有水分這個叫做這個太苦了，我會評哪一組的分數？弄清好。唔過我跟阿邊嘅感情較好。好，那你在一起啊，在一起啊。上衣已經被換掉了。哦，很安優哦。啊，我可以那個在離開前吃3個嗎？都不可以。對。好，真嘅當好食，而且呢，加油糖都啊，準備是不如講，今年地度跟那個下工獎、然後發記獎，全部都會自家做嘅，所以自家做嘅呢，就做保證講，食起來唔會有米酥，有上時啊，伊都弄會買啊米醬，那個。姜的時間不會有糯米酥，這就很棒。顆粒也可以，保時捷顆粒也還好，吃得到它的口感。看你要吃怎麼樣口感都可以，重點是吃得到。哎呀，真的是呵。好，第二次料理真係係十分的好食，歡迎觀眾朋友呢做得到不卡地都中意自家嘅酸甜苦辣，唔過呢剛好逢吹得到2分，我們算是嘗到了甜頭了。最杯麵愛館，難得要加油！苦盡甘來咧。馬上就嚟進行最杯麵館挑戰咯！我是太總譜，兩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自甜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啲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，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仲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要到嚟料理接力水嘅時間咯，睇齊田董上嘅地講，到底叫乜嘢菜式係麥雞嚟？請出題。泡菜炒豬肉。哇！可是我覺得有陷阱哦，因為泡菜飯呢，唔係韓國式，客家也沒有做泡菜呢。很有可能是做客家式的泡菜。係啊。好，看一下主持人哦，等一下抽到的順序好了。沒錯，我要數2隻。好，1、2、3。啊！咩切豬肉？不要再切豬肉了，耶！好，你下看一下，白強我切豬肉嗎？應該偏好咧。1、2、3。哎呀！上一次就會因為踢場跟漢那一組輸啦。冇啊，咩偏輸？因為你把調味調得很怪。他都賭好啦。沒有，你問他們2個。還不錯吧？他都漢演了。你出行係乜嘅意思？馬上就嚟進行最杯麵館嘅料理接力賽咯。馬
送呢就要来进行料理插比赛咯，比赛倒数3、2、1，抢开始！开始喽！来，先来我这边吧。好，上来。姐姐，我们今天有创意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看到非常紧张。开火很有创意哈。玉君卷已經唔是勁咗，即係到2分就很緊咗。有意思哦。就是得做得到2分，嗰個當緊咗嘿。哦，也可以其實來準備來煮誒，不是切東西啊。哎呦，切好啦，是就豬肉到泡菜。嘿。跟肉係培根嗎？唔係。五花，嘿，豬肉啊，豬肉嘿，豬肉。即係滷過嚟係嗎？冇。哦，切到差唔多啦，泡菜差唔多係睇死。係差。泡菜係切架粥嘅嗎？當要客家麵嘅哦，但係吃啦都點嘿。跟住嘅飯我準備咗嘛？飯啊，等下。飯好飯呢？哎呀，係萬人想出來嘅呀，按有創意，非常出來嘅。佢都需要按到嘅樣嘅聲音咧，係咪喺本地學嘅啊？跟住嘅飯我準備咗嘛？飯啊，等下。飯好飯呢？嗰種嚟，因為我要說嘅樣嘅本來米絲咩，古早嗬打飯嗬，主要一個特別的作用。應該要做鍋巴飯，嘿，有期待嗎？有哦，真嘅呢。因為日東英做泡菜豬肉，有可能像凍飯嘅做法咯。哇，也唔是生哦，哈，也好賣哦，嘿。我讓豬肉小哥炒一下子，都在表。我們先過去，等下都好。仲未出來咧。哎，記得是可以去炒的呢。六有那個炒嗎？我們贏在辣椒的長度。怎麼說？凍窗紅蓋。你睇應該唔會強辣哈？唔會。好，你下會做乜嘅？你下要變香。家下問吼，阿姐講吼，哎，那呢個豬肉會先滷過，這個唔是哦，我們也是喜歡原味的嘛。嘿，不要太多調味。還有最厲害嘅，看到嗎？伊用啥10款唔係嘅呢個準備嘅調油咧。好，我拜拜。平姨，來，我跟你們講一下。等下調油看到嗎？哎，好物色，這個是怎麼樣的？凍人家做不安嘢。裡面黃葉嘞，黃葉嘞。依家下講嚟，已經過來。依家下講係羅英家做半夜係嗎？係啊。其實有一隻東西會變，要注意啊。哪一個？趕快提醒一下。辣椒啊，泡菜、調油啊，豬肉啊，先煸過，煸不俾香，煸出油，係咪？好，先幫你煸一下，等一下轉過來哦。好。哦，根本就是做好了。我們現在要做什麼，你知道嗎？團哦。鍋巴飯。鍋巴飯用嚟做，師傅問一下，像喺做鍋巴嘅書姐啊，我用燥豆嘅盤，也係用熟豆嘅盤啊。較早嘅，我用這樣會較脆，比較脆。這個是比較乾的飯嗎？對。哎，你有先裹油對不對？先要上油漿混鹽到啊！啊，你一盤吼會先挑梅嗎？煮飯剛剛說不用鹽，不用嘅鹽嘛，不用洗嘅鹽。哦，煮飯就不用鹽誒。哎，你一盤好少係矮嘅係嗎？你啊，你沒有飯可以吃。呀，係萬人想出來嘅呀，按有創意，非常出來嘅。其實要按到嘅樣嘅聲音嚟咩？我哋喺本地學嘅啊，你哋喺自愛嗬，唔講係有必學啊嘿。好，先幫你煎一下，等下轉過來可以變。好。先下，其他都先下。夾，趕快。挑梅先幫你先挑好。我哋阿女唔出咯。做啲狀態嚟係冇？好，黃牙，它的其他配色的東西啊，它會是它有，甜的它，火做的哈。我看到，可以。這個要不要去籽啊？去完，可以。好，睇火豆係冇？梅頭辣嗎？睇火豆係冇？喺波動牌。波動速啦！你睇加下係咪嘅？葱都係冇？韭菜。韭菜啊！韭菜。西煙係講快菜，韭菜沒有啦，都有。啊，攪一下時候哈，做得咯，做得咯。哎，你做開頭要該買東西啊，就去摸餅係嗎？這樣就放了。
然后溜本来做的，你有冇解东西？柠檬水吗？唔係啦，唔係啊。你係見到先切好嘅，你阿檸檬啊，還冇開花哦，而且依家下還要特別高台愛吼，我擺個放血，你那片山楂啊，該片山楂係嗎？嘿，你确定这有加分吗？加分哦，有吧？有点醉，有点醉。好，依家下講，哎，我要先裝這個還是先擺？先裝肉，先裝肉。我只是先跟大家交代一下。好，来，我们过去了哈。锅巴饭超棒的，嗰日剪下锅巴有乜嘅關鍵冇咧？火要太，嗰個油要大。哦，这样会熟啊，它会黄熟啊，金黄色，很漂亮哎，而且你们想不到吧？一般的公司都泡菜猪肉就会想过饭了，我们都帮你准备好了哎，好香哦！哦，每一个都金黄色的，哎呦都讲哎嘿。好，鼓手等一下牛，三个不用都要给锅巴蛋糕就好诶，嘛？对，好，加油！我们现在倒数了哈。好，紧张的时间都留，马上就会倒数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会吃可能最杯米馆哦。那一副卡章诶，你的太重谱嘞。好，等下吃的泡菜炒猪牛，哎，两组都有表演呢，都让人很惊喜。来看看我们的，哇，我们的锅巴真的很棒吧？哎，你要很没有穷下些的，是要一起吃的吗？这泡菜好好吃的。哦，卡字，哎，非常成功哦，很成功。这个满意吗？很棒，然后真好吃，又好吃吗？好吃。这锅巴很好吃。锅巴，嘿，好吃哦。你下感觉哦，今天冻小水的锅巴，对，他昨天学的啊，好吃的锅巴更难得。嘿，好吃，连州味哦，真的。而且你有没有看到，我们是一扫而空哦。那是量算的刚好吧？换自然对。哇，你泡菜炒猪肉，用你猪肉是炒的，又小肉又配肉，哇，我没懂好吃。嘿哦，泡菜嘅味是好出來哦，比較重哦，比較夠。那三層肉沒懂香，有不一样的香气，真的。它就該創呢啊，要韭菜哦，唔單淨係皮色咯，因為味道跟那個泡菜沒動合。好吃好吃。我觉得以后三湾要多一个特色，就是泡菜炒猪肉。哎，真勁哦！三湾人炒这个都好好吃哦。你知道南吃猪肉样板？挺好吃啊，好吃，三层有懂，对，对啊，懂好吃，嘿，很入味哈，他们做的很入味，对。蒙英讓人按攞一下，我擺個檸檬凍好款啊！哦，那腌到去，腌啲落去啊！你睇檸檬，它有 Spiderman 嘅手勢呢，冇看過。那不是你切的。唔係我切的。好，緊張嘅時間都留，馬上呢就先搶生之師傅搶本數。哇，60分呢！然後這節再嚟看一下，盧子斌、盧子普搶分數。哇！後來居上，果然係紙都送不出去。父親咁耐啦，來，林師傅講看。好，咁鳳水街，我們鍋巴你剛不是還說很好吃嗎？真好吃，我唔錯，唔過街泡菜街量就較少啦。哦，那剛才外面還很多呢。係啊，泡菜街每套唔夠清少啦。係，啊，量較大會每套會較重較好食。啊，南屯呢街每套清好，唔過檸檬擺到唔好看，檸檬都得擠上去，啊用會較果然是出在檸檬。唔過都清好食啦。咁下次為咗問啊，記得講吼泡菜嘅梅子嘅價值吼調檸檬，係就整體咧。啊，一輸嘞都。一輸了，好，那現在加，可以嗎？好啦，我再加油。啊，盧師傅你嘅想法咧？其實呢個就係炒嘅時節，哦，你一片要啊，就調油啊，你就要凍到嘅香味，要蒜頭啊，要蔥頭啊，你就要其他嘅香味。一到因講本來想用做凍蛋筍嘅梅頭是泡出來，然後梗係豬肉樣嘢，就正常味道好少，香味好少一點點。還有肉可能冇煸到按球啊，其實個肉啊煸好球掉，哦，還有你睇下加嘅東西可能會好多一點點，因為可能噴好多，變到伊梗係主角就睇而咧，變到睇個見到係顧梗係鍋巴，有冇注意到伊炒咧？因為主角係
泡菜炒了的猪肉啦。啊，安样爱滴咧，假使老个咱吹个猪肉冰到个锅巴当白，是不是就100分了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料美久啦，梅是好出来啦，对不对？因为酱料摸个可能就摸个啲水啦，好湿啲啲啦，其实会水个酱啦。好，这个泡菜猪肉呢，其实到蓝水、到红水呢，都表现到10分的好。但是呢，今日比赛的成绩出来了，2水都系得到2分，恭喜平数。好，先来恭喜红水得到1500元的加菜金。谢谢，恭喜！咱前面做得到1500块的加菜金。耶！恭喜！开心，3万呢，煮的都当好食。先来讲比分起，老太下讲一下你要不要参加的心得？参加的心得就是学了更多的料理。其实的客家人哈，三副瓜哈很少入菜。懂色入菜，所以呢，也学到了讲啊，原来三副瓜可以这么轻松入菜，也可以做出无同样米食嘅副瓜。有君子老太家来分享一下，你要不要参加心得？今日按分析哈，有样机会了，要变参加样的一家之主的这样的节目啊。不过这样的真嘅用的哈。后尾2分输得来有一些真的太苦了，嘿，太苦了，太苦了。真嘅，因为唔知迄面的吃到忝好营养版吼，食材。不过吼，不过用的就一片真嘅好多动作，吼，副瓜料理啊，泡菜炒猪肉啊，吼，用的都真嘅都技下样的变化，有按样这样的互相吼学习啊，按样机会当好，真好啦，吼，恭喜！在下来问一下吼，咱这个姐姐，今日来参加比赛有咩想法、落感想吗？就当好，冇做过两道菜。泡菜猪肉冇做过。冇做过。还有好多嘅东西吗？根本看到人家做嘅大厨做嘅苦瓜。不过可惜冇食到啦，冇食到。最尾有苦尽甘来就得到分数啊！最尾问一下吼，真灵，让大家讲一下，今日来参加有咩嘅心得咯？真的有学习到不一样的菜色，我们就是平常也比较不会用苦瓜做料理，对，这是很难得的机会，可以做很多不同料理出来。假使航白哈，姐姐在临时打电话问你讲哈，我来参加吗？你的答案是？我会来看帅哥的主持。哦，帅哥主持了，加分一下啦，好分数嘞主持人你也关开了。很懂。好了，恭喜恭喜。做料理好料理的路上呢，有啥时候正经居然用父亲赶来哦。一开始的时间练习规模案件难，就从薄千章开始练噶。不过呢，到第2年的时间，今日有新的表现。故说呢，好好练料理，太起干呢都系太中谱哦。系啊，到此个感觉吼，也大家注意放题啊。尤其好多咧，挨到个节目吼，还做咧看到哟。泡菜猪肉煮到安好汉白哦，还可以创造在地的各种新料理哦，欢迎大家共下来挑战哦。冇错，一家之主呢就等你睇自家共下来也特别来学习，共下来成就咯。一家之主，你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